爸，我等来。富贵啊，是你哦！啊，你要等来，咱无先敲一下电话啦。王家祖公祖妈在上，子孙富贵回来啊！感谢祖公祖妈的保庇，我伫股票顶悬有赚一寡钱。啊，不过我感觉真空虚，我感觉真无意义，所以我决定要回来做一寡代志。知啦，趁钱济啦，唔免臭屁甲伊嫌的啦。嘘，妈，我回来啊！虽然讲我2岁的时阵你都离开啊，啊，不过逐年的母亲节，学校拢叫阮做礼物，我无妈妈通我送，我拢家己留咧。即马我做一届送互你，这个康乃馨吼，你会当夹伫个乌托邦顶悬，一定足歹的。阿基啊，富贵啊吼，甲你缘哦有较浅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甲你讲，富贵啊哟，做有效的哦，这点哦，你就要放心啊啦。